有点早哦，才7:50。带口罩的是谁啊？这个是谁？这永吉吗？有点像人是谁啊？英卓吗？这个是看不清楚，不认怎么走完了，不认识，有点像英卓。太中，我本来没给发消息，他应该知道。送香水果和鲜花。感觉像永吉吧，应该是戴帽子那个，看不出来了。英卓了没有这么矮，好分不出来了。好像是永吉。拉串哦，就是我觉得高矮有点不一样，不像英卓的，有点像拥挤的身高，但是就是拉错和拥挤差不多高。哦，昨天戴口罩了哦，戴了个帽子。我把竖屏放大一点，竖屏横屏都有，还有一个横屏3个，那个在回放，那个在家没事把挂到上面。太中南卡是格桑曲珍、老福，后面有没有谁？好像没有其他的了。我到2.几度光天了嘛。这个你可调正常嘛，你要补下就行。现在正常了。刷嘛，刷。
那个在那个不得那个拉。你是还原了那个，你有快捷键的嘛？啊，可以咱们那肯定给你动了噻。哎，给哥。你动了，那个耍的手机耍下去了。狗今天我拿去这个。这种慢慢调嘛，你那个有个可以自定义。一般你可以自定义，你可以保证到 M1、1、2、3，你可以自己设置。那你找卡的话，一般绑到相机里面就可以。有这个现在不好整这个，我说哪？只慢慢设，你现在。镜头没得用，你那个哦换镜头，你要设置跟没得关系，镜头。镜头没得关系这个。没得关系，你要设置问题。你是放大缩小的问题。这个手机它那个网络不好，它那个网络太差了，所以是在卡竖屏，竖屏了一直在卡得不得了。现在竖屏好了，我重新把网络关了一下，也卡了好久。是狗儿吗？我胶膜来了吗？那不是，泡沫。胶膜有问题。输了，晕了，输了。这歌好听，好像有版权，好像没有，搞忘了，它有点老，有点老。
时候出现这个啥子？自动调，它自动调那个。哦，这个可以嘎，那个不是。那个不行噻，它自动调。现在拉不过来，现在飞不过来就拉不过来，嘿，说那个。它是设置给你重新设置了，就相当于恢复，有可能是别人设置了。这网络不好，然后这个电信的才450KB的。自动有就是看你自己调颜色，有些喜欢冷色调的，有些喜欢暖色调。光圈不对噻，你看我这个不是本来不是。F2.0你可以你这个调不能没动噻，没动动了的，没动上面动了的看嘛。哦1.4字要显。我这么多都是2.0。哦，它自动，你开了自动。啊。开了自动它自己设2.0。这个设那边。当你这个模式开自动。速频有问题，速频的网络随时在断，开了5G 都会断。哎，拥挤了吧？然后还小姐。
这个小朋友有点像，不是真大。妮妮的穿的这个比较隆重，全身都在响，全身铃铛全在响。上午，这个是个残疾人大爷，每次送哈达。鸡包，呵呵。要得，反正竖屏有问题，竖屏随时在卡，随时断，这也是又松。
该是新出这种火烧过的是熏物。就点头。挑几次了？挑几次了？啊？有点像那个金川那个舞蹈那个动作。这个跳几次了？他们一会儿想不起来，几天前就跳了吧？以前都跳了。哎，老个新，我是新的。有点像金川那个动作。这个也是很好的。拍了那个过去了，前几天的，我视频都没做，现在这段时间10天都没做，每天都是放回放。很久没出来了。拥挤的手部动作最好看。这个是巴错说的。哇，这个名字又高啊！这好都是很那个。
缺了个银座，银座没来。戴帽子是哪错？说感冒了是吧？不用戴口罩，我觉得。他戴了帽子戴口罩一下就不认识。小西西嘛，小西西刚来，在直播嘛应该是。这个声音，铃铛的声音就是丽丽传出来的。丽丽这个有点重，反正应该将近10多斤。我没看它自己好多的很是吧？太自动了，它有自动挡嘛。开始都没人不行。对啊，掐起嘛是，它自己好了，也可以拉了。啊。但是我没动的嘛，它自己得行。你现在开的自行？不，开始也不行。现在快拉，你看嘛。开始不就行了，你看。啊。现在可以了是吧？嘿嘿，可以咋回事？这个是纪念的一个那个和服的那个音乐，赤城建筑好像是，这有点老了。这个在这边的这是什么？这个傣中，他那个黑衣服的嘛，傣中，对。他都不知道，我没跟他说。他应该知道。那个香港那个朋友给你的，你知道他上面写的有字啊。送了些水果，这个黄先生。现在比较少，就直接叫直接送。刚才是很多说。啊，对啊，跟那个和服上的那个。啊。是那个黄先生送的911314，他抖音号是911314。他那个傣中过生日是他没有送，还有24号是欧姆的生日，欧姆不知道办饭，应该不会吧？我觉得他应该不会，他晚上直播了嘛，希望办嘛。那个傣中给那个黄先生送了那个，记得送了那个什么，那啥，猪蹄，
个猪哦，佛珠嘛还是啥？这00也好久没来了，估计应该不会来了哈。00在忙自己的咖啡店，白天就上班，晚上就忙那个2.5环那个咖啡店，我还没去过。这几天去一下。喝咖啡可以治那个胆固醇，啥？不是，这什么病呢？什么一个癌症？叫啥嘛？什么都小，反正就是喝咖啡，喝那个拿铁那些都可以，反正只要咖啡都可以。哦，胆结石还是啥呀？那个也送花了啊？这个是给谁送花的？这个是给我母的吧？放过去吗？这个有点好，就很久没跳那个了，啊，多不得那个。这个小罗。啊，这个让你是哪个？乔中间。这个以前来过的，但是不是名字，不知道名字。这两个跑地儿上去了。
下去，看有没有，再没下去，这是新歌啊。这是杨婶儿，杨婶儿，这一直喊杨婶儿，杨婶儿，就放歌了，自己跳不来了。这也是枪膛的那个，这个枪膛开头的音乐太多了，起码几十上百首。
上过去。这个可以，虽然那么远。哦，枪啊不是说的，另外一个，这个是叫什么来着？枪啊枪队。就转圈圈好看。
这是新歌。你跳累了没有？跳累了没有？休息一下吧。新歌嘛，就是新歌。这只有小罗闭着眼睛跳，都会。这就是哎呀，这个娃娃拉不完，还没有几，真的，马上完了。哎呦！社区的。
结束了，吃饼饼了，吃9点过2分。可以哟啊！还有啥子？啥？什么？是小生鱼丸。啊，要多少钱？把盘子放下来发上。等会儿啊。烧饼干，烧饼吃饼干。感谢。饼干来，兄弟们！老板。饿了。我没给你发消息，因为我晓得你每天都要来，知道不？对。除非就不生病的情况下，天就是天都会过来。那个网友他说你给他寄了东西，寄那个珠子吗？好像是那个。就911314这个。好。对。我把那个我收起来里面的。你看好多了吗？啊。好多了吗？好多了，好多饼子吧，90吧。反正就。我们在老家的时候，就你在那个群里面发的是。啊，对，就这个方法嘛，水果你看一下啊，因为我没检查它那个新鲜度好不好，我就是基本上每样，反正就像以前那种，反正应该我觉得，因为我经常在买，我觉得它的水果的多新鲜，价格也可以，反正应该品质还可以吧，反正看一下，如果不好的话我就反馈啊。这个我看永记的那边，饼干儿、巧克力，这是个粉丝直接送过来的。那个粉丝说跟永记，我说我不知道，你只是我说你直接送那个送货了直接送过来就完了。同你买了东西的，哎，他们送花。这个给我就行，这2个给我。这是给那个杨口分过的。我拿了，我分口了。分过的。我拿了吗？我拿了。你拿的。秋季帮了拿东西，走吧，这个小黄同学，等会儿可能在旁边去吧，有可能小菜也挑了。快！还有一个电瓶也没来。什么啊？谁的一个包包？等着。这边吗？下周他就是打架哦。